王上有令，若真能寻得神女降雨，则赐以金银绸缎、各色珠宝，并册封为妃。册封为妃？好啦，未来的16日，你就顶着这乌龟装，在城门口游街吧。刘玉香，如果嘲笑和欺负别人是你的癖好，那你也应该尝尝被嘲笑和欺负的滋味。希望你感受到别人异样的眼光之后，能够有所改变，以后能对旁人心存善意和怜悯之心。带走。是。神女大人心地善良，真是令下官钦佩不已。沈大人，您客气了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爹爹还在等我，我先回家了。哎，神女大人，您放心，王上早已安排妥当。令尊大人此时已经接近宫中，锦衣玉食的伺候着。那谢谢王上，也谢谢沈大人。这都是下官应该做的。神女大人，您何时入宫啊？我也要入宫。多谢。你是千年龙王，却愿为一个凡间女子屡次自残己身，这爱真值得这样牺牲？用我一点点的煎熬，换她一生的幸福，值得。看来神女大人有所不知啊。王上有令，若真能寻得神女降雨，则赐以金银绸缎、各色珠宝，并册封为妃。册封为妃？没错。依下官看，也不能让王上着急，不如即刻入宫吧。下官恭喜神女大人！恭喜神女大人！可眼下她要进宫嫁给王上为妃，这样你也甘愿？这样才好。阿月之前受我影响，伤了精气。入宫为妃，一来可以享受人间荣华富贵，二来有宫中贵气将养，她应该可以一生平安，寿终正寝。这正是我希望她得到的。也就是说，情之所钟，有时会甜蜜，有时会心痛吧。